健身運動唔單止能夠提升體能，仲係一門專業。你係咪對健身訓練充滿興趣？想學習專業技能，開拓未來嘅職業發展？器械健體證書資歷架構第2級，幫你掌握健身及體適能管理嘅基礎知識，開啟健康及專業並行嘅新機遇。呢個課程由香港扶幼會許頌誠紀念學校開辦，提供40小時面授課程及10小時自修時數，等學員可以掌握器械健體嘅基本技術及知識。課程涵蓋體適能測試、人體結構與營養學、器械健體訓練、無氧與有氧運動技巧及運動安全與急救，助你建立專業技能，提升職場競爭力。我哋嘅課程以實踐為主，透過小班教學，確保每位學員都有充足嘅機會接受指導同埋實作。你將會學到點樣安全咁操作健身器械，進行正確嘅訓練方法，設計個人化嘅健身計劃，同埋掌握基本嘅運動急救技巧，等你可以喺健身行業入邊發展。完成課程之後，學員可以選擇進一步升學，例如報讀嶺南大學體適能培訓及管理高級文憑，或者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器械健體導師證書，繼續深造健身相關嘅知識。另外，畢業生可以擔任健身助理、康體助理、體適能教練，甚至申請成為康文署健身室註冊使用者，喺健身之路繼續發展。健身及體適能產業發展迅速，報讀器械健體證書資歷架構第2級，幫你掌握未來，發展新嘅可能。